受到颱風沙利加嘅雨帶影響，本港下晝廣泛地區落大雨。天文台一度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喺個半鐘頭之後改發紅雨，目前仍然生效。本港多處出現水浸，交通亦都受到影響。教育局宣布夜校停課。吳淑珊報導。天文台喺下晝4點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喺司徒拔道雨水沿山邊湧至馬路，車輛需要暫時停駛。多區路面都出現水浸，喺柴灣有電單車被洪水沖走。沖走啲人啊，唔知有冇沖走到啲人啊？先巴士站冇人。救護車停喺路面，無法前行。喺鰂魚涌，雨水由山坡沖落嚟，好似瀑布一樣。部分地區水深過膝頭，行路都舉步維艱。唔少鋪頭都將貨物搭起，避免損失。而喺灣仔，路邊坑渠倒灌，出現噴泉。黃泥涌道水浸至腳眼，車輛經過濺起浪花。教育局宣布，學校應該採取應變措施，正係上課嘅學校應該繼續上課，並喺安全情況之下先至俾學生返屋企，以確保學生嘅安全。但有中學生就唔理大雨，如常放學離開學校。你開咪跟住叫我哋快啲走，跟住又話，即係我本來要留堂嘅咁樣，跟住跟住佢同我講話今日唔使留低學校，話今日而家紅雨，咁啊叫我哋快啲走。有遮都濕晒啊！個大雨下面都好嚴重下，好多水浸啦，搞到成地白都濕晒。天文台話，受沙尼加嘅殘餘雨帶影響，本港落大雨，但隨住另外一股熱帶氣旋海馬逼近，本港嘅天氣星期4會明顯改善。因為咧就係而家喺西太平洋上邊嘅一個熱帶氣旋啦，就係海馬啦。咁我預料海馬咧喺聽日咧就會進入呢個南海嘅東北部。咁呢個海馬嘅前方咧就有啲下沉氣流，而產生呢一個比較好天嘅區域嘅。咁呢個好天嘅區域咧就係正在向西伸展嘅。咁受到呢度好天區域向西伸展影響咧，咁啊現時影響緊我哋嗰條雨帶咧將會係減弱同消散嘅。大雨由中午開始，天文台先喺1點發出黃雨，其後喺3點半發出紅雨，半個鐘頭之後再發出黑色暴雨警告，下晝5點15分再改發紅雨。NOTV 記者吳淑珊報導。各位，咁天文台啱啱咧就喺6點15分改發咗黃色暴雨警告。而喺較早之前，有學校就安排未有家長接送嘅學生留喺學校自修。喺沙田嘅呢一間小學，未有家長嚟接送嘅學生需要留喺學校入邊自修同做功課，有老師在場指導，亦都有家長去到學校接仔女放學。校長表示，因為喺放學之後，天文台先至發出紅雨同黑雨警告，學校立即採取應變措施，並冇出現到混亂嘅情況。當我哋知道有黑雨，咁我哋咧當然係依照翻過去即係既定嘅措施啦。咁所以今日咧，其實我覺得係一切係暢順嘅。咁而家我哋要走嘅小朋友有一批已經走咗啦，家長要嚟亦都嚟咗啦。咁嗰個校巴咧係裝我哋課外活動嘅小朋友離開，亦都啱走咗。咁所以一切咧今日好平靜嘅。